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5年6月11號星期三跑馬地嘅夜賽。聽晚呢，我係會提供第7場俾大家參考嘅，亦都好似以往咁，我投注咗呢場馬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。呢條飛呢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第7場嘅4班1200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起旺區、2號嘅運來五寶、5號嘅新力、9號嘅鄉村樂韻同埋12號嘅城中勇士。5號嘅新力呢，上一場楊明倫同佢贏呢個路程呢，喺嗰場馬呢，佢排一個6檔，咁啊沿途呢，守住喺外碟嘅第3位，咁啊入到直路呢，咁啊拍住嗰匹寶駿呢，最後呢，就以短頭位呢贏咗嗰匹寶駿。咁啊寶駿呢係一匹側身馬，亦都呢喺今季贏過馬。咁佢贏到一匹側身嘅寶駿呢都唔簡單㗎啦。嗰場佢嗰個演出，咁啊再睇翻佢所做嘅時間1分09個22。咁啊當晚呢，咁啊有4組嘅1200，咁啊2組呢就係4班，2組3班。佢1分09個22呢，仲快過其中一組3班嘅時間。比起當晚最快騰龍四海所做嘅時間1分09個14呢，只係慢咗呢，係都唔夠一個馬位。咁呢，佢嗰晚嗰個演出呢係非常之好嘅。睇翻上季尾呢，佢都係喺季尾嗰陣時呢連續贏咗2場呢個路程㗎。咁啊睇下今季呢可唔可以重蹈覆轍，上季尾咁打孖咁贏馬。咁神貨所見呢，馬匹呢係保持到好好嘅狀態嘅。咁仍然由翻楊明倫跑，排一個5檔。咁睇翻佢上一場呢，沿途外跌翻嚟呢，都跑得咁好，又做嗰個時間做得咁好，贏嗰匹嘅寶駿亦都唔係一匹渣嘅馬。咁今場嘅5號新力呢，我認為佢呢值得睇好，所以呢，我揾佢作為馬膽。1號嘅起旺區呢，上一場啱啱由3班降落嚟4班呢，跑呢個路程。咁嗰場馬呢係一場慢步速賽事，佢仲係留得咁後，留咗喺11位。咁一條直路追上嚟呢，跑過第2，僅僅輸俾頭馬呢係一條頸位啊。咁嗰場馬呢，佢末段所做嘅時間22個13呢，係非常之快嘅末段時間嚟㗎。咁睇翻佢對上一場呢，喺3班跑呢個路程呢，亦都係呢末段做到同組嘅最快時間嘅。咁呢隻馬落咗嚟4班呢，咁當然呢喺班次上呢係有啲優勢嘅。咁但係呢，始終我都係嫌佢呢嗰個負磅比較重啲，135磅。咁今場馬嘅起旺區呢，咁以班次上嘅有利之下呢，咁今場馬呢，我覺得佢都會係有機會爭勝嘅其中一匹馬。2號嘅運來五寶呢，今仗呢就由黃志雲跑，咁有7磅減呢，咁實負124磅呢，磅位上呢係幫到呢匹馬嘅。咁睇翻佢上一場呢，出閘路慢咗，咁沿途呢留得比較後啲，追上嚟呢跑過第5呢，輸6個幾馬位呢。咁嗰場馬呢，另外有一個因素呢，就係嗰個場地呢係跑呢個黏地啊。咁呢隻馬呢，跑變化地呢個表現唔係咁好嘅。咁嗰場馬跑得唔好呢，其實呢都可以抹咗佢嘅。咁呢隻馬跑呢個路程呢，佢始終都有2個第1、3個第3嘅紀錄。咁今場馬呢，負磅呢較為輕啲，排個檔位又好呢，又好排一個2檔。咁佢可以將匹馬呢唔好留到咁後啦，跟翻喺6、7位呢。咁呢隻馬呢，末段呢經常都交到一個好嘅走勢俾你嘅。咁今場嘅2號運來五寶呢，我認為佢呢有機會走入連贏配腳。12號嘅城中勇士呢，咁上一場呢演出唔係咁好呢，原來呢翻嚟呢發覺呢係氣管多血啊，所以呢影響咗佢演出。咁嗰場馬呢係無需理會嘅。咁睇翻對上嗰2場馬呢，跑呢個路程呢，嗰個末段走勢呢係非常之好嘅。
賽前呢，亦都試咗個大閘呢嚟準備今場馬。咁啊神貨所見呢，我認為呢匹馬嗰個狀態呢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啊今場馬呢，又話艾兆禮跑，咁啊排個檔位呢仍然係差嘅。咁我認為呢，呢匹馬呢勝在負磅輕，117磅，有好嘅狀態。我認為佢今場馬呢有機會走入前3名嘅。9號嘅鄉村樂韻呢，睇佢上咗嚟4班呢，最近3次跑呢個路程呢，咁雖然呢只係1次跑第3，其餘嗰2次呢跑第9、第8，咁但係你睇翻佢呢，咁嗰3場馬呢，佢末段呢都係有一個好嘅走勢，同埋呢佢輸俾頭馬唔遠㗎，嗰3場馬佢最遠都係輸2個幾馬位嘅。咁今場馬呢，如果形勢有啲幫到佢嘅話呢，我覺得佢都會有機會走到入3、4重彩嘅第3、第4位。第7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5拖1、2、12 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5拖1、2、9、12。第7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1號、5號，第2名嘅馬膽1號、5號。第3名嘅馬膽2號、9號、12號，第4名嘅馬膽2號、3號、4號、6號、9號、11號、12號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36注，咁我話2蚊投注，總投注額呢係72蚊。咁我喺第4名嗰個位置嗰度呢，係加多幾匹嘅。每次嘅賽事呢，我都會提供4場嘅連贏過關俾揸 fit 輪馬群組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輪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